花莲台东已经开始落风台雨了，台东市公所早起嘛发沙包给民众。花莲的光复乡因为马太岸溪崩山湖特别满出来了，反正讲水一出来，湖会放弃。县政府伫下晡1点开始嘛强制撤离水尾的民众。富光渔港海涌已经超过50米悬，涌冲过爆花，连水流差嘛喷起来车路的，绿岛甲南树嘛出现大涌。 台东甲屏东各界的塔瓦溪，拄好拄到大楼，嘛发生海水倒激的现象。这边风好强哦，塔瓦溪现在海水倒灌，我都站不住了。因应风台来落大水雨，可能造成淹水。台东市公所透早就分沙包，一个人上侪领5包。来领沙包。家里每次都在台风积水呀，都在淹水啊。对呀，哎呦，真的太严重了，我们没有。你们路也来的？ 另外，花莲光复乡因为马太岸溪积水湖，特别达到1楼的水位，欠水量估计是一个南化水库的量。万不利若崩花，对水尾的光复乡，嘛影响凤林镇，会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加沙台风可能会带来花莲山区500公里以上的雨量，所以极有可能会在这几天会造成坝顶溢流的情况。目前已经在今天的早上7点发布了红色警戒。 高雄镇公所2暗就开始撤离民众，不过因为爱撤离的人数一直增加，地主公所无法度应付，主要管府整合所有正确的资讯，加加派卡手。好，目前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，现在好像宽列到6000多个人了，我们就一直要求上面，你到底多少都正确资料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才准备多少兵力，多少后勤补给啊，这些收容所啊。 根据花莲县府的数据，目前光复国中、光复国小、太巴龙国小已经停班停课。爱撤离的保全户有光复乡的大坪、大全、大东、大安、大马、大华、大进、北富、西富、甲东富村，还有万荣乡的明利村、凤林镇的长桥里，总人数差不多7000多人。按算下晡至暗时会开始强制撤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